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門前直樹嘅頻道。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分享、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喺3月16號發生嘅火炭謀殺案，相信大家仍然記憶猶新。下面條 link 可以重溫。夏慕東唔使5秒鐘就死喺亂刀之下，策劃嘅兩父子，老豆黃子謙同埋個仔文新泰，仲有睇水男嘅護士女友，都已經獲准保釋。裁判官陳友芳將兩案押後至5月15號再訊。事隔半個月，案件再有新發展，其中一個刀手譯音姓張 TRUONG， 可能係泰文，25歲香港男子已經喺泰國芭提雅落網。根據泰國傳媒嘅報道，刀手喺當晚大約9點鐘由香港飛往泰國曼谷，接近12點嘅時候抵達曼谷蘇萬那普機場。當局之後發現佢同埋佢嘅泰國女友住喺芭提雅，喺3月27號將佢拘捕。星期二4月1號由泰國警方押送至香港，並且移交香港警方調查。消息人士話，另一個刀手同埋的士司機已經喺港西落網。香港警務處聯絡事務科高級警司林永豪表示，感謝泰國警方配合。我上一條片已經講過啦，唔好諗住近近地去大陸、泰國呢啲地方，去就去台灣，反送中啊嘛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有咩睇法歡迎留言分享，拜拜。